真佛中虛空傳承法流灌頂嘅觀想，手結蓮花童子手印，右手說法印，左手持蓮印，置於胸前。觀想先觀空，念觀空咒：Om Subhava Suddha Sarva Dharma Subhava Suddho Hum。Om Subhava Suddha Sarva Dharma Subhava Suddho Hum。Om Subhava Suddha Sarva Dharma Subhava Suddho Hum。喺萬里無雲晴空嘅海面上，藍色嘅月輪慢慢嘅從海上升起虛空。月輪中有白色嘅種子字空字，空字以順時針方向旋轉，放大白光，化為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生活佛。是佛頭頂法王帽，身穿龍袍，坐於大白蓮台之上，面帶微笑，法相莊嚴圓滿，與佛無異。根本傳承上師頭頂上有月輪，月輪中有白色嘅種子字空字，空字以順時鐘方向旋轉，放大白光，變化成一尊蓮花童子。蓮花童子頭頂上邊有藍色嘅月輪，月輪中有紅色嘅種子字 SET 字，SET 字以順時鐘方向旋轉，放大紅光，變化成一尊阿彌陀佛。阿彌陀佛頭頂上邊有藍色嘅月輪，月輪中有金色嘅種子字 Siri， Siri 以順時鐘方向旋轉，放大白光，變化成一尊佛眼佛母。佛眼佛母頭頂上邊有藍色嘅月輪，月輪中有白色嘅種子字亨字，亨字以順時鐘方向旋轉，放大白光，變化成一尊大日如來。觀想清楚後，將所有諸尊嘅念變成根本上師嘅念，形成一個個珠串，進到根本傳承上師裡面。根本上師天心部唵字放出一道白光，直照行者嘅天心。白光源源不斷，充滿行者全身，融入身心。根本上師嘅喉部阿字放出一道紅光，直照行者嘅喉部。紅光源源不斷，充滿行者嘅全身，融入身心。根本上師心輪吽字放出一道藍光，直照行者嘅心輪。藍光源源不斷，充滿行者嘅全身，融入身心。白、紅、藍三光融入自己嘅身心，根本上師三光加被，讓行者嘅貪、嗔、癡三毒
能夠消除掉累劫累世嘅惡業惡念，一切無始嘅障業，全化為黑氣，從周身無細孔排出去。呢啲排出嘅黑氣黑水，消失在虛空之中。此時自身清淨嘅，如同琉璃一般，通透明亮，遍體清安。根本傳承上師顯現在虛空之中，天衣飄動，緩緩咁移到行者嘅頂上。大日如來佛眼佛母，阿彌陀佛，蓮花童子，根本傳承上師，連成一串嘅光珠，進入到根本上師嘅身中。上師在慢慢嘅縮小成一粒米大嘅光珠。此時行者嘅心輪裏面8葉蓮花開放。蓮花上有一個藍色嘅月輪，月輪中有白色嘅種子字、空字，放大白光3度，攝照頂上嘅根本傳承上師，從頂竅進入到中脈，順住中脈降到心輪裏面嘅蓮花座上。此時根本上師嘅身體慢慢嘅變大，變大到同自己完全一模一樣。一彈指間，自己就係根本上師，無異無別。